明報社評：中國航母與軍事競賽，除了關注全球金融體系再次動盪外，外地傳媒另一關注焦點是中國航母的發展。英國《衛報》的社評就指出，中國的海軍發展可能觸發另一輪軍事競賽。英國《衛報》8月11日社評：艦隻的身世較擁有者的背景更引人入勝。阿雷格號是前蘇聯生產的航空母艦，蘇聯解體後淪為大白象。中國是前蘇聯科技產品傾銷的大客戶，一間旅行社只花2000萬美元便買到阿雷格號，聲稱會把艦船改裝為島船。這艘航空母艦最終落在解放軍手上，不令人意外。改裝後的阿雷格號移出海試航。中國擁有第一艘航空母艦，不會改變南海的局勢。解放軍指該母艦只會用作訓練及未來建新艦的參考藍本，但母艦首航已表明中國未來的企圖。中國已有前瞻大計，規劃好未來30年東擴的海事策略。日本的國防分析家指出，中國在2015年前有能力建3個核子航空母艦戰鬥群。下一個問題是，中國的軍力會投放在哪裏？南中國海這片相對較小的海域，不需要3個航空母艦戰鬥群。中國與日本就釣魚島上有領土糾紛，這群連綿的島嶼是太平洋首個連島群，誰擁有這片太平洋的資源亦有爭議。軍力會投放在哪裏？日本並不是唯一一個關注中國海軍計劃的國家。試航後數小時，台灣宣布擁有對付航空母艦的導彈。中國的船隻與越南探測船有衝突，遠一點的印度洋很快也成為競爭的海域。中國在緬甸、斯里蘭卡及巴基斯坦協建港口。中國專家指，中國已是海上強權，需要一支像美國及前大英帝國的艦隊才匹配，這正是問題所在。這一切只會鼓勵區域軍事競賽。